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但以理书第2章24节到49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充满。昨咱有讲到梦甲解梦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，伊要求所有的术士、巫师甲有智慧的人，拢爱讲出伊的梦境，并且来解说。就好像亲像一位巴比伦的术士回答尼布甲尼撒王的话所讲的：世间无人会当将王爱知的事讲出来，要捌有君王大神统治者要求术士行法术的成上敢做这款代志。皇上问的问题实在真困难，除了神明以外，无人会当回答皇上的问题。是啦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无人会通讲出尼布甲尼撒王未记一个的这个梦境的内容。后来，但以理出面，并且请伊的朋友来为着这项代志祈祷。今日的经文，但以理书第2章24节到49节，记载着但以理的解梦。但以理就去见王，派去要杀全国有智慧的人的亚律，对伊讲：求你毋通杀死全国所有智慧的人。请你甲我引荐去见王，我会当甲伊解梦。亚律就随时带但以理去见王。亚律对王讲：我伫所狩猎的犹太人中间找到一个人，伊会当甲王解梦。王就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讲：你真正会当将我的梦甲我讲，佮解说互我知吗？但以理应王讲：王所爱知迄个奥秘的事，有智慧的、行法术的、术士、占卜的，无有一个会当甲王解说。只有天顶迄位上帝才会当将迄个秘密启示出来。伊已经将未来得要发生的事，甲皇上指示啊！你梦到的甲在思考的意象是安尼。皇上，你倒伫眠床伫想的有关将来的事，迄位启示奥秘的主已经将未来要发生的事，通过这个梦甲你指示啦。不过，我会当明白这个奥秘的启示，毋是因为我比所有的人较有智慧，是上帝要互王知影这个梦的意思，互你知你心内底想什么。皇上，你伫梦中看到一座非常大新的像，这座像真悬，佮非常灿烂醒目，徛伫你面前的形状非常可怕。你的头壳是纯金的，胸坎甲手是银的，腹肚甲腰是铜的，大腿是铁的，下面的骹是铁甲土蓝的。你伫看时，忽然间有一块毋是人的手所拍的石头，拍着迄座大像的铁甲土蓝地做的骹，甲骹拍碎。这个大像铁甲土、铜、银、金，逐部分煞拢做一个水糊糊，水甲亲像热天的五谷场，粗糠雨风吹散，连一丝仔拢无吹着。迄个拍着大石的石头变做一座山，大甲甲全地扛起来。以上是王所做的梦，但我要将这个梦的意思甲王说明。皇上，你是伫王中间上伟大的王，天顶的上帝已经将国家、权柄、威力
甲尊荣拢赐予你，嘛将住伫逐所在的人野地会遭受空中的飞鸟，拢交予你管理。你就是迄个金的头壳，你以后会有一个比你较弱的国家兴起，然后有第三个亲像东的国家要掌管天下，后来会有第四个国家，伊会亲像铁遐尼重、遐尼强，铁会将逐项物拍碎，迄个国嘛会亲像安尼。所有的国家甲拍倒，拄拄照你所看到的，用铁甲烧灰啊、师傅的土蓝做伙的骹甲骹枕头啊，是指一个会分裂的国家。毋过伊夭寿有亲像铁的气力，遐个用铁甲土蓝做伙做的骹枕头啊，表示这个国家一部分强，一部分弱。拄拄照你看到的，伊是铁甲土蓝做伙的，是指着这个国家的人会甲其他的种族通婚生囝，毋过因未团结，亲像铁甲土蓝做伙结合做一个。遐个王在位的时阵，天顶的上帝会建立一个永远袂灭亡的国，这个国是主权的国。要抢去，颠倒会拍倒毁坏所有的国家，伊要永远徛在。照你看到的，迄粒对山顶请落来，毋是人的手所拍的石头，将铁、将铜、将土、银、金拢拍碎。这段上帝互皇上做这个梦，就是要互你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你的梦是真的。梦的解说是确切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就拍伫涂骹拜但以理，佮命令人送礼物甲香料互伊。王对但以理讲：恁的上帝真正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奥秘的启示者。伊互你会晓得这个奥秘，解说互我知。王就高升但以理，赐伊真济上等的礼物。派伊管理巴比伦全省，佮设立伊管理全国有智慧的人。王佮接受但以理的请求，派沙德勒、米煞佮阿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毋过但以理留伫王宫侍奉王。亲像迄个术士所讲的，若毋是神明，就无有人会通来解说讲出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境。但以理安怎办到的？亲像伊讲，毋是伊家己的能力，是上帝的神甲伊同在。圣神充满，圣神的能力同在，是但以理解梦的能力所在。保罗甲写互以弗所教会看免教导以弗所书5章15节到20节，嘛提到着这个圣神的充满。保罗讲，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，毋通做无智慧的人，着做聪明的人，然后用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。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，毋通酒醉，酒醉会互伊败坏。反倒当着爱互圣神充满，着用诗歌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对上帝唱出圣诗甲诗篇来称赞主，着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伫逐项的代志顶悬来感谢拜上帝。圣神充满的咱，就会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亲像但以理共款。所以咱必须爱离开旧的我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来学到主，敬拜上帝，甲主结连。诗篇72篇则佮请咱家己来研读。恳求主帮助阮领受圣神同在的充满，
帮助阮脱离旧我的性命，成做诚实信用的服侍者，对求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甲主结连，并且用诚心来学乐，归荣耀互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